同埋馬仔，多謝晒。而家好有興趣想學跳舞，或者你啲下一年咧，你好想陪都學跳舞嘅話咧，咁其實咧你可以參加劉永富舞蹈學校一啲嘅課程嘅。咁啊章程咧就喺大家嘅台上面咧，你已經可以睇到㗎啦。好啦，而家係咪要玩下遊戲咧，朱慧賢？當然呢度好。好啦，係時間就玩下遊戲咯噃。我哋今日咧就係呢個遊戲咧，就叫做蘇數之最。係啦，蘇數之最，蘇數之最點樣玩法嘅咧？好簡單，聽講係嘛？其實好簡單嘅，大家都玩過㗎。其實咧，每一次我哋叫你喺你個圍台入邊叫一個同學出嚟咧，你就叫一個同學出嚟就得㗎啦。因為個遊戲就係玩佢哋嘛。冇錯，好簡單嘅就係我哋話你揾個人出嚟啦，咁你就揾個人出嚟就得㗎啦。冇錯啦。咁而家咧第一個環節就係咧嗱，我哋而家係咁多台派一個代表出嚟咧，就鬥最嗰樣嘢啦。第一個係最長嘅，你自己揾一個，你認為最長係咩咧？最長係最長頭髮啦，最長隻手指、隻腳。派一個代表出嚟，好嘛？你啊，幫個忙。或者係最長氣，係幫個忙啦。踴躍捐書啦，唔該。踴躍捐書，踴躍捐書，踴躍啦，係啊。最長係咪啊？哦，唔知㗎，出到嚟先知㗎。係啊。好啦，呢個最長嘅代表啦。佢哋好啦，好嘢，你阿清嚟啦，好嘢。好啊，阿清飛過嚟。好，圍台派邊個出嚟？好嘢，阿布喺度，姨姨喺度，嚟，好，長頭髮好，係啊，好 Amanda 係啊，多謝你，好啦，最長嘅乜嘢咧？嚇，出晒嚟未？1、2、3，得啦，9啦，9場，好，9個男女喺度啦，而家。工作時間最長嘅年資啊，唔係話你朝頭早9點做嘅嘢啦，12點係年資。好啦 ，OK， 做過嚟，邊先？前仔幾多年？最長嗰一份工。9年，唔好作嘢嚇，點解你咁猶豫啊？係呢位同學介紹，保留實力自動棄權喎呢個。喂 ，Paddy，冇人要，出嚟冇人要。畢業到而家都係嗰份。贏獎啊！你哋有冇啊？有個人畢業到而家都係嗰份啊！繼續啊！我哋有2個獎嘅係咪？第2場嘅都有獎喎。拜拜！你食嘢先啦，食嘢先啦。好啊，繼續。Practice。幾多年啊？17年。可以停啦，你都可以食嘢啦，我諗我哋17年。9年，我自己去下先。你試過有咩？12年。Danny 啊，12年。12年都有個17都唔夠㗎。唔好意思啊，你咧？2年。係啊，唔好意思啊。死啦，16年。16年啊！你飲下啦，好嘢！我哋俾啲掌聲啊 ，Teddy 同埋啊 ，Teddy。哎呀，Teddy 都好長喎。我都想我做17年，乜做咗9年。哦，犀利㗎啦！你唔使問下點解你可以同一份工由畢業開始到而家？冇人要，都話個時間過得快。即係。嗱，姨放心，呢個中心嘅呢個。好啦，我哋頒獎，我哋由 Rita 咧，我哋大姐頒獎，我哋每台最長情。喂，加埋係咪37年啊？37年啊，係。哇，犀利！下一個上咗。好啦，大家都知道遊戲點玩啦。嗱，但係仲有㗎，陸續有嚟啊！第2條題目就係問最多嘅咧，最多金，最多二奶，最多水，係咪啊？最多男女嘅話，睇下睇邊個？女朋友，最多男朋友。好啦，好嘅，我乜嘢咧？出咗嚟做書。酒堂獎啊最多。咩話？酒堂獎咧，佢估酒堂獎有幾多？係呢個邊㗎？2年都冇返學喎呢個。
係點計啦？攞多錢嘅話，哇！笑得好燦爛啊！最多笑容啦，而家最多笑容好啦！今次畢業以嚟搬屋次數最多嘅係邊一位咧？好啦，由呢邊開始，成哥數下幾多次？哇！要數先啊！好啦，下一位，呢同學，哇！大家要需要計一計。阿 Janice 數咗啦，好似 Janice 幾多？5個3個地方，即係5次3個國家，5次3個國家，我哋好啦，國家嘅第二個 criteria 都唔定啊，5次3個國家。呢位同學，我呢邊有心算緊，定係數手指啊？專心算。我係啊 Samuel 啊，先啊，黃連聽搬咗幾多次咯？4次。喺同一個國家，即係香港4次。成哥你得未啊？林雞要未啊？9次。哇！係喎。你累唔累啲啊？我呢邊仲喺度計緊啊！仲計緊，你睇下。6次。哦 ，Dennis 6次。哦，而家6次，而家暫時6次係呢位同學。黃家瑜9次。哇！9次啊！如果計住宅，我係集埋。如果計酒店就無數啦，大家出酒店。